坐穩定先。好啦，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暫時睇就全部馬都順利起步嘅，慢咗啲就澳洲皇室嘅啫。咁啊，前面快啲睇下邊匹啦，外檔搶埋嚟喎，巴拉特安係咪快少少咧？出邊仲有隻蒙提恩都快嘅。咁啊，近內檔嗰邊啊，咁就有訴訟啦，咁同埋咧就藍衫紅帽就魔法師哥啊，迷人東方搶唔搶咧都前面嚟㗎啦。喺佢後邊咧就上翻啲啦，咁就紅色皇宮啦，咁啊再跟住馬群中間咧仲有咧就係未來轉換嚟嘅。咁然之後嘅馬啦，咁啊外檔啊訴訟亦都埋緊嚟啦，然之後咧先至見到後邊咧哇皇族嗰啲喺度撞嚟撞去嘅喎。咁最後啲啦，黑衫嗰匹就正義男兒嚟嘅，然之後大滿8+18都幾後下嚇，咁啊拍住佢隻街拍拉提啦，就喺外檔嚟嘅街拍提拉啊。咁啊內檔嗰邊啊仲有木塔納啦，然之後咧就再度遇見嘅。好啦，咁喺尾嗰幾隻啦，澳洲皇室啊、利道特啦，包緊尾暫時就帕卡亞嘅。好啦，開始轉彎嘅時候啦，迷人東方咧，咦可以自己帶到頭啊，暫時帶1個零馬位出嚟先啊。蒙提恩守住第2，貼欄第3就紅色皇宮啊，守住第4就魔法師哥嚟嘅。然之後啦，有訴訟啦，貼住欄就未來轉換啦，咁就街拍提拉上咗啲啊，咁暫時喺第7位喺內檔嘅皇族嚟嘅。後少少嘅馬啦，仲有巴拉特安啊，然之後啦大滿就8+18喺第10位度啦，拍住內檔係正義男兒。然之後咧就再度遇見啦利道特啦，呢幾匹就暫時比較後啲啦。再後啲嘅馬咧，仲有澳洲皇室啊、帕卡亞啦、木塔納咁樣嘅。好啦，差唔多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仲有迷人東方啊，帶出咗多少嘅，已經唔要內欄喎。咁內檔咧上嗰啲啊蒙提恩咧，即刻上嚟逼咗佢，攝咗佢個位先，守住第3位咧，暫時咧就喺內檔嚟嘅紅色皇宮啦，走埋出到外檔咧，仲有咧就魔法師哥啊，咁變咗咧中間好多馬可以上到嚟啦，8+18就有啲進展啦，跟住佢條路上咧就再度遇見啦，走內檔上係正義男兒嘅，入到最後300米範圍嘅時候啦，前面一對同彩衣嘅馬出咗嚟先，就紅色皇宮啦，就到緊蒙提恩嘅，外檔嗰邊咧就迷人東方啦，中間上緊嚟就皇族啦，8+18內檔有啲進展嘅，最後100零米嘅時候，前邊咧仲係啲紅色皇宮啊鬥緊啲蒙提恩啊，8+18就喺內檔上，300馬好近啊，8+18上到嚟係咪得啊？3歲馬挑戰成功喎，嗰張第1名啊，8+18，第2名咧迷人東方啊，第3名睇下係咪仲係紅色皇宮啦？唉，真係一舉掃晒，結果真係8+18啊，霍麗賢啊，咁啊史萊斯呢場啊最熱嗰隻搞掂啊！喂，其實隻迷人東方唔走出去係咪有得贏咧？使唔使去到咁出咧？咁你而家贏咧又係貼內欄嘅啫嘛？你係走直線，佢又走斜線喎，飛出去爆啊！佢係走飛咗出去，再埋翻嚟啊嘛！而家真係嗱，第3名就好多馬嘅。咁啊睇下啦，究竟哇，可能皇族上到嚟添啊！不如要影相啊，要影相3隻影㗎。皇族蒙提恩再度遇見幾隻影，同埋隻紅色皇宮嘅4隻好近㗎。可能蒙提恩啄落去啊，攞到第3啊，有機會呢度睇啊！咁啊3歲後馬嚟翻次啦，似蒙提恩多啲啊！皇族再度遇見中間好難睇。哇！嗰度好難睇啊！嗰度4隻啊！嗰度好似第4，紅色皇宮就頂唔住啦，去到嗰度。好啦，咁啊結果8+18啊，咁啊。